日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宜兰南方蚵仔第一鱼市场今仔日开幕，有不少民众趁开幕来买鱼货，生意是安尼抢滚。店家讲，期待未来会当有更加好的发展。乡亲若到南方蚵仔这个鱼市场哦，唔但会当买到在地鱼产品，也佫有设食鱼教育的教室，嘛有小型的加工厂，而且嘛来参考到日本鱼市场的做法，甲台鱼啊、甲卖鱼啊分开，真卫生哦。要反转大家对鱼啊市场的旧印象。伫咧单顶景啊景，就是要买到上青的，真侪民众带规家伙仔来市街斗农历。全新的南方蚵仔茶泡卖市场正式开幕，打菜金四色看板，期待未来生意抢滚。多了多少？今天开幕多了多少？很多，没办法呀，对，宽敞干净啊，是，那人潮还不错。新的单位带来新气象，建筑本嘛起甲真特别，看起来就亲像一只白色大船慢慢啊驶入港，人可以当伫咧一楼鱼市场买到在地上青的海产。台鱼啊，跟美鱼啊分开呢。你看到传统的市场，你如果鲨鱼跟鳗鱼在一起，消费者的感受完全不一样。二楼有教育教室，3楼有小型的加工厂，啊，4楼有渔业通信电台，将消费和教育甲做伙。冷冻跟加工可以来调节所有的未来的产销，让鱼价维持非常好的价格。农业会主委陈吉中嘛希望这鱼啊，乃当伫咧市场卖，卖当引起学校内底，学生会当食到在地一粒粒的水产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